氣味和而服之，以補益精氣。真不愧是書香世家呀！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好吃好吃。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。奶奶，以后你喜歡吃什麼就跟我說，我全都做給你吃。好。哦，對了，奶奶，今天我想帶锦溪出去走一走。好啊。不用了吧？那個，我覺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還能照顧您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家裡有方叔，還有那麼多人照顧我，用不着你。自從你啊嫁進這個家門啊，你哪兒都沒去過，正好西城啊帶你出去好好玩玩。訂好了沒有？去哪兒啊？機票都買好了。哎，奶奶，這些事您就別管了，我們準備去山裡自駕遊，吃完飯我們就出發。哦，好好好，這就是你們年輕人說的那種說走就走的旅遊吧？哎，對，一言不合我們就走。可要注意安全吶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聽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們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來，吃個燒餅。琉璃，對不起，昨天我休息好了嗎？那你走吧。真的不可能了嗎？賀锦溪，磨磨蹭蹭幹嘛呢？趕緊收拾東西，一會兒出發了。要不然我們不去了吧？你說什麼呢？本少爺好不容易抽出時間陪你出去玩，你還說不去了？我不太想去。行啊，不去可以，給我一個不去的理由。那你孤男寡女的出去旅遊多不方便啊！什麼？我們可是合法夫妻，孤男